Bristol 香港人裝修必睇，最常見10大清拆項目，究竟拆定唔拆？浴缸漏水，我哋冇天眼通都睇得穿。第一個講天花，業主點解決定要拆呢？一、長遠考慮，想用耐啲；二、業主唔中意天花啲花紋，既然想用耐啲，咁就換咗佢。唔拆得唔得？得嘅，可以重新補油，但係有紋理。天花好食油，因為表面凹凸不平，油漆嘅用量會比正常多30%。結論係按個人喜好同預算，冇一個必然定論。九龍裝修評分係2粒星可以考慮。第二個講牆紙，好多人都會問鏟底好定唔鏟底好？業主決定要鏟底，同樣業主都係為長遠考慮，想耐用啲。我哋鏟完底會線反灰，打靚個底先上油漆。好處係牆身表面會好光滑，油完效果會靚好多㗎。咁唔鏟底，直接上油漆又得唔得呢？可以㗎，我哋工序會少好多，價錢平啲，幾日就可以交貨。但如果牆紙底有濕氣、發霉、空鼓，牆紙面係吸油性，接縫有罅隙，以上呢啲問題直接上油漆，只係冚住問題，而唔係解決問題。咁樣上油漆會好容易出現起皮、爆裂、陰影紋同剝落架。結論係牆身係平日最常見到嘅位置，唔靚，真係會篤眼篤鼻㗎。但如果唔介意，預算又唔多，唔鏟底都可以接受。九龍裝修評分係3粒星，建議。第三個講門案例1樓，所有門嘅開門角度比較特別。睇返份圖則，3間睡房同浴室開咗門之後，多門頂住晒，門後面啲位全部擺唔到嘢，嘥晒啲地方，又勁唔方便，所以我哋建議業主換咗佢。咁啱業主都係咁樣諗，唔拆得唔得？得嘅，如果唔介意開門角度，又唔怕阻唔到你，擺家私可以唔拆嘅。結論，門好緊要，每日開關好多次，唔順手真係好唔方便。大部分門都好少要換，最緊要方便順手。所以裝修之前一定要多啲想像下，第時啲位點樣用，幻想下啲嘢點放，仲要諗埋屋企人嘅習慣。九龍裝修評分係1粒星，冇即時需要。第四個講地氈，業主決定要拆，原因有3個。一、業主好緊張屋企人嘅健康架，佢話間屋啲地氈用咗20幾年，已經好舊，積埋好多塵，最怕積好多塵蟎同致敏源。2、靚啲，因為地氈上面好多位都有家私紅，搞到色差好嚴重，好肉酸，所以業主決定換晒佢。3、業主平日做嘢好忙，邊有咁多時間吸塵啊？所以佢想換地板，買埋掃地機械人，基本上唔使點打理，慳翻好多時間㗎。唔拆得唔得？可以㗎，我哋會幫你請專業地氈清洗公司，用高溫蒸汽深層抽洗或者乾泡式清洗，深層清理地氈。當然有啲深層污漬同色差真係冇辦法清理㗎。結論係屋企人嘅健康係無價㗎，始終舊地氈會累積大量塵蟎同致敏源，唔換始終有啲風險㗎。英國咁凍，好適合鋪地氈，踩上暖粒粒嘅地氈真係好舒服㗎。建議有地氈嘅觀眾記得定期做深層清洗啊！九龍裝修評分係2粒星，可以考慮。第5個講地板，地板使唔使拆？唔拆冚面鋪地板或者地磚得唔得呢？物業原本用嘅係印花膠地板，好多花紋都甩晒色，部分位置有啲爆裂，加上櫥櫃、boiler、洗衣機、洗碗碟機，全部都想改位，所以必須要換。唔拆冚面可以嗎？物業做唔到冚面，門位高度，冚面後冇辦法收邊。喺呢度順便用大家講講，英國地台底質素好參差，尤其是木框底，好多都散散地，個地台唔平，上面鋪幾靚嘅地板、地磚，遲早都會爆裂。結論，冚面要配合門位高度、地腳線、地台平整度，適合嘅直接冚面係冇問題㗎，仲可以慳返清拆費，工期又短啲。九龍裝修評分係4粒星，強烈建議。第6個講浴缸。浴缸使唔使拆？點解冇天眼通都知？浴缸底有冇漏水？業主唔要浴缸改裝浴屏，所以必須要清拆。而家同大家拆解點解我冇天眼通，導致浴缸底有滲水。
係因為我哋2日前拆地下天花，清楚見到浴缸底3塊木結構都有水痕，仲有啲發霉，情況唔算好嚴重，但長期滲下，始終對棟樓嘅結構造成嚴重影響㗎。平時如果客人想詳細檢查浴缸底或浴瓶底有冇漏水，情況嚴唔嚴重，有2個方法：一、解開浴缸面板，或解開浴瓶底個水檔；二、有啲拆唔到嘅，我哋就需要拆開樓下天花板去檢查，咁就唔會整爛你個浴缸或者浴瓶啦。當然檢查完幫你補翻啦。仲有我哋拆任何嘢之前，一定要經客人同意先㗎，唔會亂嚟㗎。唔拆浴缸得唔得？如果浴缸表面冇損壞，檢查清楚冇漏水、滲水，當然可以唔拆啦。結論：拆浴缸可以重新做過晒啲防水底層，咁樣以後會用得更安心同放心。建議盡量檢查清楚浴缸、浴瓶底部有冇出現積水、反潮、滲漏，有問題早日修理。九龍裝修評分係1粒星，冇即時需要。第7個講座廁拆定唔拆好。我哋發現物業2個廁所都有開門見廁嘅情況，外國人可能唔太介意，但我哋從健康同風水角度去考慮，我哋就建議業主改咗個座廁嘅位置咁啱。業主都好介意開門見廁呢個問題，所以決定將座廁改位。咁唔拆得唔得呢？可以，如果個座廁嘅狀況良好，冇漏水情況，你又唔介意用舊座廁，當然可以唔拆啦。結論：座廁係好私人嘅用品，就算唔拆，我哋都建議你換個新嘅廁板，起碼心理上都用得更安心啲嘛。九龍裝修評分係1粒星，冇即時需要，但廁板我哋嘅評分係4粒星，強烈建議。第8個講廚櫃。業主嘅廚藝係超專業級數，所以對廚房嘅要求都要專業級㗎。原有物業嘅廚櫃狀況已經非常良好，其實可以繼續使用。點解業主都要換呢？原來係因為業主想要一套有島嘅廚櫃，用埋個島做餐台，令到整個廚房更歸一，空間更寬敞。想像一下，你喺廚房可以邊煮嘢食，一邊同屋企人邊傾偈。住號喺埋個島食飯，真係好順手同方便。再改埋洗衣機同埋洗碗機位，所有嘢用起嚟都得心應手，所以先選擇拆咗佢。如果廚櫃狀況良好又啱使，梗係唔使拆啦。結論係，廚房通常係女主人嘅主場，最緊要一家之主，煮得得心應手，一家人食得開開心心。九龍裝修嘅評分係，我唔夠膽評分，都係先交翻俾女主人去決定廚櫃嘅去留啦。第9個講 boiler， 之前都講過，業主好注重個廚房，而 boiler 原積個位都幾阻定，所以業主決定換咗佢，令個廚房更開揚、更闊落。咁唔換得唔得？得嘅，因為換 boiler 可大可小，要顧埋全屋嘅供暖同熱水爐，係全套系統咁去考慮。結論 boiler 好緊要，一定要請專業嘅持牌人士幫你整。九龍裝修評分係2粒星，可以考慮。第10個亦係今集最後一個，我哋講下供暖系統 radiator。物業全屋嘅 radiator 喉管都接駁喺地板上面，已經用咗20幾年，好可能會有水垢淤塞。考慮埋第時清潔方便啲，業主決定換晒佢，全部改上牆。咁唔換得唔得？得嘅，檢查清楚，確保機件狀況良好就得。我哋九龍裝修嘅專業持牌合作夥伴有明星級嘅 Leslie， 大家一定好放心。九龍裝修評分係2粒星，可以考慮。總結，其實每間屋都有唔同狀況，冇得一概而論嘅。好多時我哋要拆開徹底檢查，先知情況有幾嚴重。如果淨係做表面，始終係治標唔治本。我哋九龍裝修會為你提供專業嘅意見，最緊要客人住得安心，用得放心。我哋九龍裝修公司理念係想每位客戶住得好，活得更好。下集預告：裝修實戰現場直擊，唔好錯過啦！記得 subscribe、like、share 同 comment。我哋九龍裝修，多謝你嘅收睇，下集見。